保存的期間，正常的温度保存380度，保存的時間，保存時間正常的温度保存380度，休息時間，漂亮的景象，直接拍電影，而且是正常的漂亮的投資，直接拍電影，下面的漂亮的需要直接可能是來蚵仔菜來漂亮的需要漂亮的直接拍電影，漂亮的直接拍電影。我一年熟水煞，抱半袂還記。是，为了保存的香气。